咱即阵要来读上帝的话伊是记载伫两个所在。第一个所在是伫箴言第22章，第二个所在是记载伫路加福音。咱幼儿要请咱的小朋友，咱主日部的学生陈宏毅甲王信利咱带咱读圣经。箴言22章第60，教养囡仔着融合伊的话，就伊到老也无歪错。宏毅要用路加福音第2章20节。耶稣的智慧甲年岁哪加天，上帝甲人哪听伊。咱过来读一摆。耶稣的智慧甲年岁哪加天，上帝甲人哪听伊。愿上帝赐福既若听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。今日咱的主任牧师所带来的信息是，互细囝蒙福得到福气。咱要请咱的主任牧师来遮传上帝这点好的信息，请咱用恭敬来听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是咱教会的教育纪念主日，牧师要邀请大家共同来关心，伫教会中间，特别是儿童的主日学事工，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，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成长的过程中间有你引带，也有真侪长辈时代，成做阮生命的祝福。主，阮因为安尼献上阮的感谢。主，阮即时要注心伫你的话，互阮来学习安怎互囡仔得到福气。阮用静静的心来祈求，求主帮助阮。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今仔甲大家要分享的题目是，互囡仔得到福气。咱一生上介大的福气，就是认识上帝，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。但是伫咱人生过程中间，还阁有另外一个功课，就是咱爱一生去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款式，对伊的脚步来行。圣经中间同咱讲，假使儿童行正路，伊自细汉到老，就终身袂记记。即同咱讲一个真重要的信息，就是咱来明白囡仔是伊成长中间的关键时刻。咱人生中间真侪习惯，拢是伫囡仔时代所养成的。那咱伫囡仔时代养成这好的习惯，咱大汉就会当得到祝福。那伫囡仔时代咱去沾染着歹的习惯，咱大汉了就受救助。所以今仔这个信息非常重要。咱来教示囡仔行伫正路顶面，互伊一生得到祝福。所以牧师爱大家注心来听，毋是念要互咱在座做人爸母的听，咱在座做人阿公阿嬷，做人阿叔阿伯，做人阿哥阿爷，每一个人拢爱听，因为咱伫生命中间会当接触到一个囡仔，咱对这个囡仔拢有绝对的影响力，所以咱真正爱真细腻来帮助这个囡仔成长。但是首先，牧师要甲大家分享，上帝为什么要将囡仔放伫咱的中间？上帝将囡仔放伫咱的中间，到底有啥物款的目的？第一项，我感觉上帝是爱咱去学习细汉囡仔。咱拄则有看过几位小朋友的服侍，而且有听到儿童合唱团因所献的诗歌。我相信大家一定甲我有相款的感动。因所吟的诗歌，虽然可能甲圣歌队
伫音乐上、艺术上的水准无一定相共，但是咱大家拢受感动。我拄则伫台下顶咧看大家咧看遮囡仔咧吟诗歌的时阵，大家迄个笑容，迄个甲因做伙敬拜上帝，咧表明耶稣安怎疼咱，迄款的心志就表露出来。所以，即款的服侍会感动咱。耶稣基督嘛，甲咱讲，讲我实实甲恁讲，恁若无回转，变成做囡仔样相，决断袂当进入天国。耶稣为什么会讲安尼？因为咱眼中看着囡仔吼，有的囡仔真顽皮吼，真白目，走来走去吵吵闹闹，有的大人就是感觉无法度，甚至连我感觉脾气嘛袂歹的人，有时嘛感觉真艰苦。耶稣基督为什么会安尼讲？因为囡仔顶面咱会当学习两项代志。第一项代志就是囡仔知影伊家己软弱，伊无亲像咱大人。咱大人有时拄着困难，咱拢惊咧，想要靠家己的气力去来完成。但是囡仔毋是哦，囡仔若拄着困难，伊首先伊就去找大人来帮忙。伊若有信仰的，伊去找上帝来帮忙。所以咱看见着囡仔，伊知影家己的软弱，伊知影家己需要别人来帮助，这就是谦卑啊！我有一个细汉一个表小弟，伊细汉时阮伊年纪甲阮有差，所以阮咧做伙佚佗的时阵吼，阮佚佗的物件吼，感觉伊拢袂当参与。有时阵吼，伊就会生气，讲阮拢无要甲伊做伙佚佗吼。也是讲伊拄着一寡不如意的代志，伊会生气吼。但是伊每一遍生气吼，伊拢会做一件代志，伊就会去用一个包袱啊吼，咱咧囡仔吼。包袱啊，把伊新买的这佚佗物，把伊的衫放伫内底吼，一领衫、两领衫放伫内底，然后包袱啊包起来，歹咧就要离家出走了吼。伊就要离家出走，我一边哭，一边做生气，离家出走。但是吼，每一遍，伊只要行出大门吼，差不多2步伊就会跋倒。大概拢安尼，伊就会跋倒。然后就放声大哭，然后这大人看到安尼嘛，感觉真好笑，就起来请转来来安慰吼，来帮赞吼。所以咱知即个囡仔吼，为什么伊会哭？伊为什么伊会故意跋倒？因为伊知影我若真正离家出走，我就惨嘛，我就无人通去挖靠。所以囡仔就是知影家己的软弱，所以这叫做谦卑啊。所以咱对囡仔学的第一件代志就是。咱拄着代志，拄着困难，咱赶紧来找天父，咱的老爸，互咱会当带来开导甲帮助。第二项，囡仔有一个真重要的特质，就是囡仔真纯真，伊对稳定敏感，咱常常吼咧听大人做见证，我介绍有一个足大的新业技术发生伫咱身躯顶，甲讲出来，讲这是见证。但是你注意听，囡仔咧见证无啥相共。囡仔咧见证拢真简单，我放弃一支鉛笔，找无，我就祈祷了，我竟然去互我找着，所以感谢上帝。也是讲我一个心爱一只狗仔破病，我就替伊祈祷，老目屎替伊祈祷，叫上帝互伊好起来。囡仔的祈祷拢，咱常常咧想讲，即款的囡仔的祈祷，敢？逐日摕出来，甲大家分享。我感觉讲一定要足大的稳定，才是稳定。毋是，囡仔对迄个稳定真敏感，伊知影上帝会帮助伊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对囡仔第一项代志就是爱学习因的谦卑甲纯真。当然，上帝将囡仔放伫咱的中间，阁有第二个目的。就是互咱做大人的爱负责任嘛，爱学习对伊有责任。咱中间有人做人的老爸，做人的阿公阿嬷，每一个囡仔出世，你就感觉你对伊有责任嘛，因为咱疼伊嘛。所以咱就真清楚，咱对这囡仔，因为疼的缘故，所以咱对伊有责任。相反，咱对教会中间所有的囡仔拢有责任，因为我拄则讲过，咱所接触的每一个囡仔，咱拢对
对伊有绝对的影响力。咱对伊有啥物款的责任？第一项就是爱保护照顾伊，互因伫一个安全、充满疼的环境顶面成长，这是第一项。第二项，咱阁有另外一个真重要的使命，就是爱引带带领因行正路嘛。拄则咱所读的经文的第一段，咱爱教示囡仔啥物是正路，啥物叫正路？正路就是上帝的旨意嘛。然后引带带领因行即款的道路。所以做长辈上界重要的职责，上界重要的责任是啥？就是引带因行上上帝的道路。有一寡爸母会安尼问讲：我要将啥物上好的物件，互我的囝儿？但是这个问题问唔对，咱应该爱问：咱安怎将囡仔上好的？上帝予伊上大的运势来引带发展出来？因为每一个囡仔，上帝拢有属于特别的礼物，这叫做运势。咱安怎帮助因将上帝所赏赐因这款特别的礼物来发展出来，互因会当荣光上帝？真侪爸母对囡仔真好，但是因期待将囡仔塑造成做伊想象的款式。有的老爸也是老母，一生中间无法度完成一个愿望，伊放伫囡仔的身躯顶。伊想要囡仔来完成伊生命中间的愿望，但是咱通常无去想，上帝到底伫这个囡仔的心意甲计划是安怎？所以，咱来明白一点：囡仔毋是干那属咱的，囡仔是上帝的，是上帝委托父母长辈来管理，毋是委托咱去改造伊。所以，咱来帮助伊。互伊行上上帝的道路，所以这非常非常重要。而且囡仔有囡仔的人生，咱做长辈无法度对伊陪伊一世人，毋通用咱家己有限的想法，想要来改造囡仔。咱来记得上界重要的教示的原则，牧师要甲大家分享3个真重要的教示的原则。咱来知影囡仔长大了，成做啥物款的人，比于拥有啥物款的职业较重要。咱常常会真注意囡仔的功课，咱想讲这囡仔若功课好，伊将来考到较好的大学，将来当得到较好的职业。但是咱来想想，咱来明白一点，这囡仔成长了，成做啥物款的人，比伊拥有啥物款的产业，甲拥有啥物款的职业更较重要。咱知影社会不断的变化，做长辈面对这个快速变化，导致腐败的社会，咱要安怎帮助囡仔装备家己？所以我对圣经中间归纳几个真重要的基本原则，直接甲大家分享。第一项，咱爱帮助因认捌上帝。拄则所读的圣经是讲，教示囡仔行正路。伊自细汉到老，就一世人袂记起。我拄则讲过，啥物是正路？正路就是上帝计划、上帝心意。咱看见伫圣经中间有一个老爸，叫做大卫。大卫伊知影将来伊的王国要交互伊的囝所罗门。当然，可能伊会来伊的囝交代讲，咱的国有偌大咱的产业有偌济。但是伊真知一点，如果将这个国家将伊的产业交互伊的囝，无交代伊经营这个产业的智慧，这囡仔绝对无法度去面对这么大的责任。所以伊就对伊的囝所罗门讲：我的囝，你要认捌你的老爸上帝，一心一意侍奉伊。大卫真聪明，伊知影。伊的上帝无一定是伊的囝的上帝，所以伊讲：你要认捌你老爸的上帝。老爸对囡仔的祝福就是安尼，互伊认捌咱所信仰的上帝。伊讲：伊知影咱一切的心思甲愿望，你若追求上帝，伊就接纳你；你若远远离开伊，伊会永远弃杀你。
所以帮助咱的囡仔明白上帝，是咱一生会当予伊上介好的礼物。圣经中间嘛安尼讲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明白至圣者就是聪明。所以咱来帮助囡仔会当敬畏上帝，会当明白这个至圣者，因为至圣者会当引带伊一世人加天开达。所以牧师有两个期待，第一个期待就是咱一定爱将咱的囡仔送来教会主日学，互伊伫遮受栽培，特别是信仰顶面的栽培。我前几天甲一个牧师咧分享，伊讲咱中了教会1200几间的教会中间，拢总有600间的教会无主日学。叫我转来了，我甲四牧师咧分享，因为伊即摆负责即个国校组的即个事工，伊老讲伊接到的消息，是咱总共有700间的教会无儿童主日学，有的教会放弃啊。当然有因的困难，但总是你若继续安尼落去，咱中了教会到5万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伫遮爱尽心去关心咱的主日学的事工，互囡仔会当伫遮得到信仰的栽培。咱主日学老师拢真用心、真有疼心、阁有耐心。我相信未来会不断进步。咱期待会当经营上介好的主日学校，互囡仔伫遮学习，互伊年轻的时阵就认识上帝，这为伊带来真大的祝福。第二个期待更较重要，就是除了带因来教会以外，阁有一件更较重要的代志，就是咱知影，咱送囡仔来到教会主日学，一礼拜看2点钟的时间，其他的时间伊拢甲咱做伙。所以囡仔上较容易学习信仰的所在，就是伫咱的厝里。囡仔是对大人咧学信仰，咱毋通看囡仔伫边仔咧看，其实因拢看入心嘛。咱安怎敬拜上帝？咱安怎过咱的灵修生活？咱四周围的囡仔拢知影。伊嘛会透过安尼来学习。伊将来安怎塑造伊的信仰？咱敬拜哪敬虔，咱的灵修生活哪认真，这囡仔将来就是安尼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囡仔是对你对上帝的态度顶面去学习信仰，请大家一定要明白。所以，为囡仔带来祝福，除了咱的主日学爱办了好以外，咱本身是非常重要。这是第一项，咱来帮助伊来认识上帝。第二项，咱帮助伊爱认识家己。每一个囡仔拢有无同款的性格甲温数。这段圣经甲咱讲，咱逐人都爱照所得到温数彼此服侍，做上帝百般温数的好管家。这温数就是礼物，上帝有送一个礼物给咱的细囝。上帝伊爱伊做百般温数的好管家，用这款的温数会当彼此来服侍。我拄则讲过，每一个囡仔拢有无同款的性格甲温数，所以做长辈爱帮助因去找到上帝互因的温数，而且协助因发展。每一个人的专长拢无同款，性格无同款，有的人较活泼，有的人较深沉，有的人较够思考，有的人足够行动。有的人有知识顶面的才能，有的人有口才顶面的才能，有的人真够教人交际。所以咱来观察囡仔的温数，互因好好发展家己的温数，互伊会当照伊的温数去服侍人、服侍上帝。比如讲，我常常会对人讲，阮厝里我甲牧师娘都无同款的温数。我是较爱思考，较爱计划，但是牧师娘是较甲人交陪。我常常咧甲人接触的时阵有时拢是交代代志。比如讲，我拍电话，可能2分钟就一定结束，都啥物代志爱甲你沟通的分享了，差不多2分钟就结束。牧师娘拍毋着电话，跟人讲点外钟。性格无同款，所以阮着爱做无同款的服侍。
我伫教会服侍，我上大方向，牧师哦替我顾这个细节。如果会当大家安尼互相配合，就当做真好的服侍。相反，咱伫教会中间，咱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恩赐，安怎运用上帝互你的礼物来祝福别人？这囡仔嘛是安尼，囡仔有无共款的恩赐，咱一定爱帮助伊去认捌家己，找到伊家己的恩赐来发展出来。第三项，这嘛是真重要的生命功课。咱应该爱教示囡仔安怎过有意义的人生，就是互因会当享受因的生命。咱想看嘛，咱人生短短可能100冬尔，咱是安怎过咱的人生？我看到真侪人是咧忍受伊的人生，毋是咧享受伊的人生啊。上帝赏赐咱活命，就是互咱伫即个人生中间去经历所有的代志，去明白上帝的观念，也互咱享受平安甲喜乐。所以咱来帮助这细囝会当真实去体验伊的生命，体验生命中间的无共款的境遇，互因有信心，互因知影安怎行伫上帝的旨意顶面。所以咱应该爱教示囡仔一世人会当用的物件，迄就是互因不断追求上帝的计划，然后活出上帝爱伊活出的款式。我常常认为，一个上界快乐的人，就是会当明白上帝呼召，而且会当完成使命的人。牧师伫遮毋是讲咱大家拢爱放弃咱的工作，去读神学院做专职的服侍，毋是安尼，是爱大家去学习追求上帝的心意，伫咱现主时的工作场所顶面为主来做见证。相反，咱教示囡仔嘛是爱帮助伊不断明白上帝的计划，帮助伊会当行伫上帝的道路顶面。所以接下咱要对第二段圣经来思考，咱两项会当努力的方向。这段圣经是咧描述耶稣基督成长的过程。伊讲耶稣的智慧甲身躯，并人上帝甲人欢喜伊的心，拢一直成长。这互咱两项提醒。第一项就是耶稣的智慧甲身躯做伙成长。耶稣的身躯成长，伊的智慧也哪成长。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老爸老母对伊的影响。也当讲是伊伫生理上成长，心理上也成长。常常真侪父母只是想要保护囡仔安全，互伊健康来大汉尔。但是如果咱会当互伊智慧，互伊有智慧去做判断，互伊有能力去做服侍，这个囡仔成长的过程中间，就是领受祝福。所以咱来帮助伊伫心理甲生理、智慧甲身躯做伙健康的成长。第二项，咱看见耶稣咧成长的过程中间，上帝甲人听伊的心嘛做伙成长。这表示耶稣甲上帝关系真好，伊伫灵性顶面成长。另外一部分，伊甲人的关系嘛真好，伊的社会性顶面嘛成长。所以咱来帮助咱的囡仔，甲上帝建立好的关系，而且也当甲人建立好的关系。其实这是两项拢有关系的代志。如果你若甲上帝建立好的关系，你甲人就自然而然有好的关系。如果你若甲人有好的关系，你就得上帝的欢喜。所以咱看见着耶稣的成长，伫灵性甲社会性顶面拢一直成长。咱来帮助咱的囡仔，互伊接触信仰、接触教会，互因有机会。同时，咱也爱帮助囡仔，互伊甲人建立好的关系。即马有真侪小朋友，家己一个人的时阵做好，但是甲别人做伙的时阵，就发生问题。咱教会有主日学，有真侪囡仔，咱互囡仔伫即个过程中间去学习，伊甲安怎甲人中间建立好的关系，互伊伫人的关系、甲上帝关系拢做伙成长。咱一定爱关心咱的主日学，
常常替主日学，而且老师、学生来祈祷。最后，我要甲大家分享一个见证。这个见证是关系我生命的见证。我的老母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妇人人。大家拢知影，我伫9岁的时阵，我的老爸就过身去。我的老母35岁就开始酒馆。甲在座真侪母亲拢同款。我的老母非常非常疼伊的囝儿甲查某囝。伊用伊一生想要尽力完成一件代志尔，就是夫妻阮3个囡仔会当健康长大，互阮行伫正路顶面。伫我结婚之前，我的老母每一遍伫我生日的头前，伊拢会邀请我甲伊做伙食饭。因为我的生日是伫年底，伊通常拢会问我一冬的计划甲想法。我将我的想法、我的理想、我的抱负甲伊分享，伊拢静静来听，替我祈祷，然后互我一寡建议。我伫大学毕业了后，我迄个时阵有接受当时林宗正牧师的邀请，也接受上帝的呼召，我要留点伫台南大专中心服侍，因为台南大专中心互我足大的影响。我嘛知影有真侪咧超找人生方向，而且的大专学生真需要有人帮助伊，所以我就决定要留点伫大专中心工作。但是这个工作是一般人看唔正头路的工作啊。阮有3个干事必须要分享同一个社礼，所以这个工作的时间真长，但是社礼无到一般大学毕业的1/3，都无到1万块。迄个时阵，我的心内真挣扎，甚至唔敢对我的老母讲，因为我知影伊若答应我，伊会承受2种真大的压力，一种来自经济的压力，一个妇人人酒馆养起遮囡仔大汉。伊大囝拄对大学毕业，应该爱出去趁钱来供应家庭的需要。我阁有2个小妹咧读大学，所以伊排这当已经排真久。我去做这个工作，完全无法度对家庭的经济有啥物款的帮助。但是另外一个压力佫较大，就是伊爱来自伊的朋友所带互伊的压力。伊朋友可能会问讲：你的囝伫倒咧食头路？你的囝一个月趁偌济钱？伊有偌济钱来诱惑你？所以我一直毋敢甲我的老母讲。但总是我知影我一定爱服侍，所以我勇敢对伊讲。我的老母无讲一句话，完全支持我。伊愿意承受别人无共款的眼光。伫大专中心工作5年了后，我决定去读神学院。真侪人无看好我做牧师，但是我的老母点点支持我。当别人对我讲，毋通做民望较现实的，但是我的老母的支持，予我会当向前行。这是我的老母，伊予我一对实鼓，予我伫服侍的道路顶面会当自由来飞。伊的信仰知识甲大家比起来，算作是真少，但是伫我心中，伊是一个成全上帝心意的人。我老母就是安尼引带我长大，所以我除了承担上帝对我的呼召以外，我嘛承担我的老母对我的期待。所以我知影我该认真打拼，就是一世人服侍上帝，互上帝得到荣耀，互人得到祝福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请大家一定要引带你的囝，互因走入上帝的计划，安尼才是成全上帝的人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
阮恳求你甲阮三甲地地，求你赏赐阮气力甲智慧，互阮用阮的性命会当成做世间的祝福，互阮伫引带因行上你的道路顶面，无任何欠缺。求主帮助阮，安尼祈祷奉靠最后所圣主的名，阿门。